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3月10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得到地优里长殊荣的北区花蝶里里长宋兰美玉，在妇女节这天举办保庇见面音乐会，吸引一个亲子家庭热情参与。保庇见面会甲音乐响应，活动由学生热情舞蹈为活动加开序幕。这场由北区花蝶里甲立委陈天辉、议员陈英清联合服务处共同办理的保庇见面会，8日上午伫正德公园热烈展开。活动规划有音乐表演、亲子写生以及小朋友上爱气垫路园等等，吸引真侪亲子家庭到场同乐。还有我们那个，真的很用心。第1名的里长真正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所以我想叫有这认真的里长是咱所花蝶里的乡亲的一个福气啦活动这天，北区的大家长区长潘宝书也来到现场致意。我们全市的一个标杆守望小兔队要做的像里长这么好的，真的没有了。公检讲，他一天大概只有睡3个小时，他要起他的心力2点钟。伊一天拢困2点钟了，剩的时间就是拢在顾伊的理来。相重要就是伊的公务，每年的公务局的比赛一定都是在前3名。所以说，住在华德里幸不幸福？好幸福。
受邀出席的第5分局长黄宏龙也趁着这次机会，向现场民众宣导反诈观念。发现有一个年轻人或者是一个人拿着个背包在那边跟人家要收钱，这个叫做面交车手，也跟我们讲啊，如果抓到面交车手，我们会颁发一些有奖金吗？啊，没有奖金，但是有一只很漂亮的熊。华德利创新打造社区专属吉祥物幸福波比猫头鹰，成为历来上受欢迎的代言人。里长送来美誉，希望借由幸福波比猫头鹰见面会，凝聚社区向心力。为了大家守护华德，那这个活动就是说亲子活动，有绘画。那绘画它不只是奖金而已啦，是最主要让他们有亲子一个活动。那除了奖金，我们有赠送我们长者华德的长者绘画，我把它编成一个绘本。那在国家注册，一共有10本那个绘本。那他们来绘画完，我就会赠送1本，还有就是故事书。然后呢，就是希望里面都是平平安安。华德里长宋兰美玉成立成为出钱出力美化社区公园，也随着华德里校班来进步标杆社区，伊本人也应向地友里长所言，非常无简单。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南区公所伫开南公园办理天狗日誓师大会，37里里长、环保志工以及社区居民超过400人宣誓共同防疫，对抗天狗日的决心。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台南市在今年1到3月为登革热防治的卫教宣导期哦。4月1日开始，民众若无主动清除积水容器，造成马桶滋生，一旦查获，将会以传染病防治法开罚3000到15000。为了扩大宣传以及展现防疫决心，南区区公所9日上午伫开南公园举办天狗日誓师大会，邀集下来37里400多位志工，做伙宣誓展现天狗日防治决心。环保志工，南区区公所。今天的话是我们的环境清洁日，那我们透过环境清洁日把我们37个里的所有的志工加以动员，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宣示活动呢，能够加强民众对防疫的一个重要性跟观念。那1到3月是我们的宣导期哦，那只要4月1号开始，环保局出来查核，只要发现有决绝就会开始开罚哈。那所以我们也透过今天的一个活动哈，待会会后我们会利用我们各里的一个宣导车哈，来加强做一个宣导。像去年在国际疫情那么严峻的状况下呢，我们台南市呢还能够创下无本土的佳绩。那甚至在我们南区这边呢，也没有任何境外移入的个案这样子，那就是有赖大家的辛苦辛劳这样。那期许呢，我们今年呢，各位呢还能够有那个防疫视同作战的精神呢，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哈，把今年的防疫呢做好，然后再创出一个好佳绩。除了顾请小蜜蜂进入大街小巷宣导天狗日防治，更协请各里里长透过里来广播器大声讲定多元方式来宣导。文南里长陈金泉以及南都里里长高青云，更以行动宣导车，邀请民众平常时应该主动巡视居家的环境，落实巡、倒、清、刷。详细巡视后来外容器，将积水倒掉并彻底清除。区长肖秀华表示，天狗日防治根本方法，在于清除白眉蠓的助成员。政府机关力量有限，除了需要志工的帮忙协助清除社区内积水容器以外，更需要邻里居民自主落实家户内外环境自清，借由大家共同努力，才会当远离天狗日威胁。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细汉的大考敢毋是大考咧？奇美病院的医生就讲，这是错误的观念。有一名10岁的单身小弟，介意食白饭空煮的物件，也佮介意啉饮料，体重50公斤，不止大考，也佮得到脂肪肝。
国小时期的学生是正伫咧发育的关键时期，现今有侪人认为，细汉的大考毋是大考，细汉的大考是未来抽悬的本钱等观念。对数据来看，台湾国小到高中的学生，提档过档以及大考的比例达到3成左右。不过医生提醒，若是囡仔继续肥落去，不仅影响外观娘娘，也佫有可能会引发疾病。儿童过重及肥胖会对小朋友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传统觉得是成年人才会出现的一些代谢症候群的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说就是血脂高、脂肪肝这些疾病，在他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些状况。小时候胖，长大还是继续维持很胖的体态的机会，其实5倍以上。基美病院就收到一个案例，10岁弟弟才国小4年，饮食无正常，佮爱啉饮料，无运动习惯，体重来到50公斤 ，BMI 29已经过重，进一步检查竟然发现有脂肪肝。经过个人化健康管理计划调整3个月后，成功瘦5公斤，大大改善。像是他的碳水一天应该要多少，他的蛋白质一天要摄取多少，这个我们就会经由我们这个团队会跟他做一个卫教，不会说像大人这样节食到什么都不吃，那当然不行。我们会需要跟他说怎么样吃才是健康的，是 OK 的。医生指出，治疗儿童过重以及大考，应该爱以生活形态改变为主，唔是靠着药物治疗。饮食正常，加出门运动，才会当互囡仔健康大汉。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放学税差别税率2.0新制，为2024年7月实施。夫妻以及未成年子女，伫全国有3号以内放学，一定爱伫3月24号进前设立户籍，才享有1%也是1.2%的自大税率，也无将依照3.2%到4.8%的非自大税率征收，两项相差上侪4倍。台南市财税局表示，放学税差别税率2.0的新制，伫去年7月实施。真侪租厝、空厝，或者是无有效利用的放学的税率，税率由1.5%到3.6%，调升为3.2%到4.8%。加上新订的爱设户籍，因此呼吁，如果伫2024年6月30日进前已经使用自用主体，但还未办理户籍登记者，必须要伫开征进前的40天来提出申请。13年7月起，房屋税2.0的新制已经正式上路了哈。这次的房屋税新制有很多的一些措施都跟以往不同哈，然后最重要的哈就是自住房屋的部分哈，它新增订的要设户籍哦，就是说除了过去就是说你没有出租、没有营业以外的话，你需要本人、配偶、直系亲属要设户籍在里面，然后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的话，全国还是3户哈。那还有就是说，而使用情形变更的话，就是改为就是开征期的前40天要来提出申请。也就是说，在3月22号要提出申请，然后因为今年3月22号之后刚好逢那个假日哈，所以是3月24号要提出申请。除了差别税率的提高，另外伫非自大的全国户数规划，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全国一间家己大的税率则是降为1%。为了要减轻就是民众的负担，针对就是全国只有1间房子又做自住使用的话，它的税率就是调降为1%。那就是在台南市的话，111年的房屋现值在152.6900元以下的房子都适用哦。还是要再次提醒，就是自住房屋的部分一定要去设户籍，然后就是不然的话，它就会按非自住的税率来课税。那非自住的房的税率从3.2%到4.8%那至少会差了1.67倍另外，为保障民众的权益，只要伫113年6月底进前符合家己大的放学，但也无设户籍者，财税局嘛会寄辅导通知，提醒民众爱赶紧来设户籍。上班今年3月20日进前爱来申请，申请的方式会用向立各分局、跨区的柜台。亲自申请，或者是透过网络、税务入口的网站、邮寄，拢会用来申请。台南新闻综合报道。旅游景点、
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南台头家娘协会创立到今26年，一直以来带领妇女朋友透过学习课程，甲会员姊妹仔共同成长。8号特别举办新春团拜，会员姊妹仔以花的元素做装扮，现场气氛相当喜气。南台头家娘协会114年新春团拜伫咧永康区场场，参会是开76道，邀请会员姊妹以及各界贵宾共同参与。暗会一开始，由现任的会长高贵清带领历任会长入场，气氛欢乐又热烈。身为老板娘的我们，不仅是家庭的灵魂，而且是事业的舵手，更是我们社会中间的担当者。展望新的一年，我希望协会继续秉持着凝聚、共创、共荣的核心理念，深化文化的传承，推动彼此的成长。南台头家娘协会成立伫咧民国88年，至今已经有26年的历史。伫咧该会长共同努力之下，协会持续成长，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精英努力、终身学习、异业交流的大平台。我们老板娘协会成立至今已经有26年了，最主要的宗旨就是要带领一些妇女团体，从协会学会更多的一起成长的课程，让大家一起成长茁壮。除了带领会员姊妹持续学习，南台头家娘协会也将持续关注社会公益议题，结合会员朋友力量，温暖关怀社会绿色角落。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高雄三民区有一间煎水饺，看起来甲一般的水饺无啥差别，也毋过所卖的是越南的煎水饺，加入越南进口的乌椒调味，食起来口感相当特殊，互人客食了非常饿乐。另外，还有限量的地卤卵，想要食爱看运气。把手工的饺子放在锅里油煎，乍看之下与一般的煎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过吃过的顾客都知道，这其实是越南煎饺。在历经20多年的时间，当初第一代的老板娘想在台湾试着做出越南的口味，没想到可接受度非常高，吃过的顾客都赞不绝口。刚开始我来台湾，我看很多地方工作，然后我看有卖煎饺，台湾的煎饺。后来我自己想，这边有台湾的煎饺，我可以变越南的煎饺吗？用我的越南的口味加看看，给我的朋友台湾的朋友嘛，给他吃看看，他吃他讲，你们越南这样很好吃呢。后来我自己想，我这样我开肉比较饱满，然后皮吃起来也有点脆脆的，然后尤其是他们的酱料，如果有吃他们家煎饺的话，一定要搭配他们酱料，他们酱料蛮特别的，甜甜的，跟台湾的有一点点不一样。老板娘把每一颗煎饺都包得非常饱满，搭配特调的酱料，这样的风味让顾客非常惊艳。另外，店家还有隐藏版的菜单，就是秘制的茶叶蛋，因为制作过程繁琐，因此限量供应，想吃可得看运气。还有早餐少不了的配角饮品，店家特制的越南冰滴咖啡牛奶，让顾客喝下肚活力满满。特殊是那个越南的酱油是我们自己做的，然后越南的那个我们自己做的炒辣椒的那个都很特别。煎饺里面有猪肉，有高丽菜，还有特别是那个越南的胡椒粉。茶叶蛋是我自己用那个特殊是我用越南的酱油煮出来，那个味道跟那个别人都不一样。当初小孩喜欢吃，然后煮看看，然后我请大家吃，大家都感觉好吃嘛，然后我开始卖。我们咖啡是那个冰点咖啡，就是慢慢滴滴的那一种。我本来要用那个炼乳，但是台湾人不喜欢炼乳，
然后我改鲜奶，然后喝点那个无糖，大家都很喜欢。而这家店还有一个亮点，在一旁帮忙把煎饺装盒的老板也与这家店非常有缘分。一开始是1代老板娘的顾客，到店里帮忙后认识了现在的2代老板娘。结婚后，老板会在上班之余与老板娘一起卖煎饺，共同经营这个特殊的美好滋味。口味真的很特别，也很好吃。里面他们加的是胡椒粉，黑胡椒比较好吃，口味比较重口味。当初是在那边，我也很喜欢吃煎饺，是后来慢慢去认识我岳母。用越南煎饺与冰滴咖啡牛奶加上茶叶蛋当成一天的第一餐，在台湾非常少见。合理的售价加上足够的分量 ，CP 值非常高。想让自己在平时的早餐有些小变化，不妨可以用这组粤式早点开启美好的一天。记者魏国庆、陈英君高雄报道。桃园市教育局发表一本营养午餐食谱，内面有桃园各学校营养师设计符合学生口味，而且兼顾营养、美味甲创意的餐点，将提供予各校营养师参考，予营养午餐会当多样化，食拢食袂腻。桃园市长张善政拿着餐盘排队打菜。桃园市实施免费营养午餐迈入第3年，市长不仅在开学后亲自到学校考察，跟小朋友一起吃午餐。教育局也正式发表营养午餐亮点食谱新书，集结桃园各学校营养师的健康美味食谱，以及学生与家长投稿的12道创意料理，将提供给各校营养师参考，让营养午餐不再一成不变。每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都会到一所学校，跟大家一起试吃当天的营养午餐。吃下来到目前为止，觉得的确是美味好吃是没有问题，营养也没有问题，更不能说是安全卫生。那么我们前一阵子办了这个营养午餐的米其林争霸赛，把我们桃园很多所学校有创意的营养师跟厨师都筛选出来。今天我们要端出这本叫做亮点食谱，里面有很多我们各个学校营养师精心策划出来的菜样。我想这个食谱公布了以后啊，我想各个学校的营养师如果说需要创意的时候，这个食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意来源。营养午餐亮点食谱不仅有详细完整的食谱，还有从零开始认识厨房工具跟使用方法的介绍，更将菜色分为4季主题，以及学生票选出的最爱3道菜。除了发放实体书到各级学校，教育局官网也提供电子档下载，欢迎家长跟孩子们可以参考书内的食谱，在家亲子一起烹饪美味料理。好，这一本亮点食谱是我们免费营养午餐开办的系列的配套之一。那我们也会有电子版，那电子版的部分我们会公布在官网上。所以我们除了学校的营养午餐可以使用之外，我们的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参考我们的食谱在家庭里面做适当的料理。那同时我们也印实体的书，也会配送给每一个学校。我相信透过这些食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对营养午餐的用心，而且多元的设计的食谱可以让孩子在健康卫生之外，也符合孩子的口味。所以营养午餐大家一起来关心。市府重视营养午餐的卫生安全、营养以及在地食材的应用。为了提升校园营养午餐品质，正和教育卫生农业局及各区公所相关资源共同推动，确保学童享用到健康美味的餐点。教育局更携手桃园51位营养师，共同编制营养午餐亮点食谱，设计符合学童口味且兼具营养美味与创意的餐点，并采用当季在地优质食材，结合多元饮食文化与营养知识，让孩子吃得健康又美味。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为着纪念奥运金牌王泽林甲李洋，台北市中山国中校方提案，甲校门口头前的复兴北路361巷号名林洋路，日前台北市长周万安亲自主持揭牌仪式，希望甲2人的精神变成台北市的 DNA， 打造成为运动城市。在台北市长蒋万安、奥运羽球双打金牌得主王麒麟、李洋与中山国中校长共同挥拍下，复兴北路361巷别名林洋路正式挂牌。
为了纪念校友王麒麟与李洋共同创下奥运金牌2连霸以及跨界12连胜的世界纪录，校方特别提案将校门前这条复兴北路361巷取别名为羚羊路，并获得地方过半数联署同意支持。这也是台北市自102年订定台北市巷弄及广场别名订定要点以来，第一件由市民共同参与设立的别名案例。教安表示，羚羊路挂牌揭幕，除了纪念王麒麟与李洋2人在奥运的成就外，更希望他们在赛场上所坚持的奋战不懈精神，能够烙印在市民心中，成为台北市的 DNA。我们可以让中山国中，也就是我们李洋王麒麟的母校，所有年轻的学子学弟妹，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不管是热爱羽球，或者热爱任何一项运动，又或者是在任何领域，都可以记得李洋王麒麟所带给大家的感动以及精神，也就是努力不懈、奋战到最后一刻这样的精神，以及让所有年轻的孩子都可以记得对每一件热爱的事情那份执着、那份努力、坚持、踏实逐梦这样的梦想。开心的与羚羊路别名牌合照，王麒麟与李洋除了感谢各界的支持，并勉励中山国中羽球队的学弟妹们继续朝自己的目标迈进外，也透露未来的规划。我自己因为现在还在继续征战，然后现在在配年轻的学弟，那当然是希望先在明年的亚运会有机会能够参赛，然后甚至可以突破我跟李洋之前的成绩，然后拿到甚至有机会拿到金牌。那在4年后的奥运会，也希望说可以持续参赛，然后也希望可以突破自己。我的情况下就是可能会希望说可以在未来可以栽培更多的羽球选手，然后让国际上有更多的羽球选手可以参与，然后为国争光。在完成羚羊路别名挂牌后，对于外界关切的国际羽球馆推动进度，教安表示，场址已经确定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西基地，并完成先期评估，预计将新建地上3层、地下2层，拥有10面训练场地及5面正式竞赛场地，并可容纳6500名观众，符合国际标准的专业场馆。目前的规划，地上3层、地下2层，预计总共可以容纳6500名的观众席，同时规划预计也有10面训练场地以及5面的正式竞赛场地，都是符合国际标准。我们希望未来带给大家的是更多国际一流的赛事，而且就可以如同台北大巨蛋一样，带动运动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朋友热爱羽球的运动，也让我们的选手可以跟国际最优秀的选手一起交流，培养优秀的年轻选手，能够站上国际舞台。另外，台北市政府在体育经费部分也增加5.7亿，同时也盘点规划好9处的特色运动馆，并全面调高选手奖励金与移地训练经费等，用实际行动全力支持选手。我们今年度的预算，也相较去年在体育方面增加了5.7亿。我们除了已经规划盘点好9处的特色运动馆，另一方面，我们也对于选手的奖励金，调高，也增加了对于选手国外移地训练以及参加赛事的经费补助。那当然还有包括刚刚所提到的国际羽球馆整体的规划，所以这些我们都希望能够支持我们的选手，支持运动。羚羊路别名牌分别设置在复兴北路361巷的巷头、巷尾及校门口。校门口部分更增加说明牌，说明设立目的。北市民政局方面表示，巷弄别名仅设置标示牌，不会加注在道路指示标志、户籍誊本、门牌证明等官方文件或表格，因此当地住户不用更换任何文件，日常生活不受影响。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
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